今日嚟講搭訕，喺搭訕嚟講係擴交朋友嘅圈嘅一件好事嚟嘅，對於我哋呢啲內向人嚟講係一件相當刺激嘅一件事嚟嘅。兩個技巧啦，一個係破冰，另一個係眼神交流啦。嗱，如果你直接過去問佢落微信咧，好大機會係失敗嘅。咁你破咗冰之後咧，即係可以講話你哋邊度嚟啊？咁問下佢哋接下來要做啲咩之類嗰啲，跟住然後你再問佢哋攞嘅聯繫方式會好啲。但係問之前咧，你要留意佢哋眼神有冇同你有交流。如果有同你交流，咁就有機會；如果佢眼神係冇同你交流嘅話，咁好大機會係失敗。對於大家嚟講，其實大家咪試下咯。如果真係攞到微信嘅話，聯繫下睇下有冇機會成功咯。你想就係50，你唔想就係0啊嘛。